等等，今日2026年5月17號，跟住今次 D N Grade 嘅就變最收到啦。頭先喺度校角度校太耐，頂唔順，我都係自己手揸，我真係頂唔順。之前買咁個會儲齊一 set，咁今次會唔會都係咧？咁就開嚟試下先。第一個，等等，靠都生得，好，跟住點擺好咧？好，跟住第二個，好，跟住我第二個，Q 3得，黐實咗。好，第二個 Q 3，跟住第三個，等，大三，跟住第四個，前有三，跟住第五個，果然而家應該要買6個或者7個比較好。就係咁樣啦。